帮助咱伫今仔日充满喜乐来到伊面前，也带着感恩的心等下咱伫感恩节放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台前将今年所有的感恩带着咱的行动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听的回应也感谢伊伫过去的年日内面，虽然有这个疫情总是上帝特别保守咱互咱会当真平安。我相信这是极外的恩典，伫咱台湾，伫咱所属伊的百姓的顶面所以这时阵，请咱大家起立咱来把手举起来，咱来欢迎圣神伫咱中间对牧师做伙来欢迎来，圣神，阮欢迎你，圣神，阮邀请你。圣神，阮较无你；圣神，阮爱你爱你。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伫这遮会当充满喜乐，要来敬拜阿罗你。愿你的灵伫阮中间，互阮会当搁较无伫你面前。这时阵，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来，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好无？咱甲隔壁的人讲，咱爱用喜乐的心来敬阿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拍鼓啊！最大代志，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咱做这大代志，伊应允再来做我们因会更就安眠。耶和华已经为咱做这大代志，伊就好。降落大作。
因阮的地心赐予咱，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就活靠伊，哈利路亚。用捧仔声献托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上帝伊的保护救赎咱，救赎咱，咱的生活时时刻刻拢充满伊的恩典。盼望咱只是咱用感恩的心来继续敬拜咱的上帝。感谢你陪伴阮行过春夏秋冬的每一时刻，祝你的恩典充满，互阮的生活会当因为你的恩典会使有丰富的生活。主啊，阮会以平安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歌声来学罗你。在主你的温柔，对古早到将来，犹原相信你成就。岁月渐渐过去，心内切切希望，主陪伴我，安慰我，引领我。主你会陪我行过春。秋冬，听我引带我，保护我，我好也好我的
徛伫遮的时，咱的心是不是充满感恩？感谢主，互我的另外一半，互我的太太，互我的丈夫，拢也搁徛伫遮，可以当伫遮来敬拜上帝，可以当做伙来到伫教会来讹乐上帝。咱看见的，这就是一个无形的上大的恩典，毋是爱趁足侪钱的，毋是。咱要赢过这个精神，伫灵魂的顶端来赢过这一切。所以咱这个时，咱要来祈祷，为着咱的家庭来感恩的祈祷，为着咱的教会来感恩祈祷，为着咱的国家来感恩的祈祷。咱就是阿老主感恩上帝，凡事来谢恩。这个是无需要请咱举起咱的手，咱要尽心尽意来阿乐咱的主啊，阿乐你，感谢你，咱做伙来感恩。1、2、3。哈利路亚！主啊，多谢你祝福伫阮台湾的国家，互阮伫这一年，主啊，不管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主啊，我看见你照顾阮，你保守阮，主，我也将阮的教会来向你感谢。主啊，看见多多人伫你的面前来得到改变，主啊，看见真侪新的人、新的灵魂来得救，我看见我这兄弟姊妹。上帝你的宝贝，这么宝贵，主啊，这么有上帝你的恩赐，主啊，我感谢阿乐你，伫阮的家庭，主你互阮的家庭平平，互阮的家庭内面有上帝你满满的恩典福气，你保守阮的父母，保守阮的家后，保守阮的丈夫，保守阮的囝儿，主啊，这一切恩典拢是对你来，阿乐上帝你，阿乐上帝你的名。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总无放下我，主总无放离开我，你是恩，你是智慧吗？我的日子如何？我的日子怎样？你恩典充满我，万事我都主我的妈妈。主啊，你无放下我，无放下我，永远无离开我。你是爱，你是智慧吗？我的日子如何？你恩典充满我，万事我都主我的妈妈。哈利路亚。主你会陪我行过感谢主，带咱行过每一步，听你，引带你，牵你的手。我也无我的人，啥物拢不惊。我也无我，你无放下我。我也无我，你无放就是该来宣告。我也无我，你无放下咱要做伙来宣告，我靠耶和华，什么拢唔惊。咱做伙来讲来，我靠耶和华，什么拢不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是上帝所听的羊群，所以咱会当伫遮组织来2020年来向咱的上帝感恩，是咱上大的福气。感谢俄勒主，哈利路亚，俄勒咱的圣神，俄勒咱的主，兄姐，请坐。这是咱要来邀请商人牧区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诗的诗歌是经有好歹是主所定，经有好歹是主所定。
咱感谢上帝随时照顾咱。这是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00篇第1到第5节。咱做伙齐声来读，请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领着在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呵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呵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话语共读到这，愿上帝话语时时刻刻伫咱的心内，成做咱的帮衬。这是咱要邀请本堂周牧师来正道。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一遮来敬拜服侍伊。特别咱今仔日伫感恩节的时阵，看到咱的长辈会当来到伫台前，来吟诗而乐，带咱敬拜伫主面前，实在是有一份真特别的感动。虽然因的动作有较慢一点嘛，对无吼？嘿，毋过唱歌的声量无改变。佫有一点是少年的对袂着的，就是因唱4部的合声。哇，这是少年的对袂着的吼。这个歌，这个圣诗，拢是咱长老教会，也是讲咱信仰足好的资产。哎呀，透过佫一摆来吟，我相信咱的心会当真得到感动。无论啥物境遇好歹，拢是咱的上帝在甲咱定着，对无？吼，所以咱会当交托。咱相信上帝的平安会赏赐予咱，予咱有即个真实的平安，是耶稣讲是伊留予咱的，伊为着咱备办的，伊将伊本身的平安留予咱，所以咱通安心，因为虽然即个世间有苦难，但总是咱通放心，因为伊已经赢过即个世界，所以咱不时有一款的信心的宣告。我相信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拢会当有真好、真美妙的一个体会。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宣告上帝话语的规律。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规律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今仔日咱是感恩节，所以牧师用这个题目，用感恩做节，咱做伙来思考，特别透过诗篇100篇，咱会当来体会，真做基督徒的生活是甚物款的生活，应该会当享受甚物款的生活。这拢是伫神的内面，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哦。咱知影伫咱的基督教有专有名词哦，专用的名词就是平安佮感恩，对无？平安，咱伫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平安，这个平安毋是世间所讲的迄个拢无代志，也是讲足顺利的迄个平安呐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伫上帝应允内面所要予咱的。无论外口的风影怎样，总是有主甲咱同在，咱就会当享受迄个真实的平安。感恩呢，这是咱常常在用的咱感恩，咱知影感恩的意思是甚物？总是咱知嘛，伫即摆的社会拢开始嘛，真侪拢在用平安甲感恩，对无？特别伫佛教的一个宗派内面，因特别用感恩即个
即个做因的整个的宗派的一个文化，伫遐在推广哦。因讲着爱因的主持着讲着爱时时感恩，事事感恩，人人感恩。足侪物件其实拢是伫圣经内面出来伊安怎解说呢？伊讲好人做好事啦，好事好人做。伊讲因为有人遭遇到困境艰难，所以咱较有机会会当去帮衬伊，咱较有办法来做好事。所以呢，咱帮衬别人的时阵，就爱甲伊多谢，爱甲伊感恩伊啦。因为伊互咱机会啊，伊的痛苦，伊拄着痛苦，拄着困境，咱较有机会去甲伊斗相共，所以爱甲伊感恩安尼。这是因对即个感恩的解说哦。总是兄弟姊妹，咱会当体会无？若是安尼，咱若要甲人感恩，咱拢是徛伫啥物？我互你的，我互你的哦。虽然你应该多谢我，毋过我反倒转要甲你感恩。为什么？我即个互你，甲你感恩，就是因为你互我有机会做好人，做好事。然后呢，是啥物？就是做功德嘛，对无？做功德的结果是啥物？啥物人上界大的利益？就是我，就是我，所以呢，就亲像讲，爸爸甲你讲这10粒糖果，是我互你的。毋过呢，你若可以送你的同学啊，我永远要带你去看电影。安尼你要甲迄个糖果送同学无？要无？袂啊！是爸爸讲，你若即个糖果送同学，你回来甲我报告，我要1000块互你。当然咱嘛愿意甲糖果送互需要买的人，对无？为着是啥物？为着是背后咱会当去看电影，为着背后咱会当摕着1000块。迄叫做功德论啦，所以若是安尼，因为你会受苦，所以我会当做好人、做好事，换出我的功德，所以我甲你感恩。这是因对这个感恩的解说，会当讲是放伫人甲人中间迄个层次。总是咱基督徒在讲感恩是啥物？咱基督徒在讲感恩的对象是上帝呢，对无？咱是感谢上帝哦，感谢上帝。为什么爱感谢、甲伊感恩？因为咱知影所有一切拢是对伊来的，所有一切拢是上帝的安排的。所以境遇好歹是主所定，对无？佮过来迄句是啥物？点主是会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哇！咱是用这款对上帝的感恩哦，因为知影一切拢是对上帝来。感就是多谢，恩是啥？恩典嘛。咱在讲恩典是啥物？是上帝白白予咱的。所以上帝要爱你去做好事，毋是讲你做了较来甲我领1000块，还是你做了我较带你去看电影。毋是，上帝是讲这1000块就是你的啊。这10粒糖仔就是你的啊！你就会感谢讲哇，上帝予我遐济，所以呢，这糖仔我会当哪去分予人食。迄款的动机有相共无？完全无共款哦。所以咱知影基督徒，因为咱领受上帝的疼，伊的救赎，伊的恩典是白白予咱的，所以咱也用这款感谢，用疼去回报上帝，就是去分享。伫咱四周围需要的人的顶面，可能咱在甲人帮衬人，就爱看对方是毋是可爱不可爱，对无？对无？伊若不可爱，伊若是安尼带一个啊，你糖仔予伊，伊连甲你看者都无，咱感觉讲话了然，无爱做，对无？毋过伫基督徒的信仰内面，毋是安尼呢。咱无论伊可爱不可爱。咱总是回应上帝的疼。哇！我伫咱的同工的内面，就看到真济咱的同工，伊就是用这款的疼。虽然互人批评，互人礼骂，互人误解，总是悠然继续用上帝的疼、基督的疼，在疼因，期待因有改变的日子啦。这就是咱甲
即个一般咱的民间在讲的一款的感恩的解释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哦。所以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有一款的体会了解。所以基督徒咱在讲感恩，咱袂对人感恩，因为感恩就是感谢你互我的恩典啊，对无？啊，恩典毋是对人互咱的，恩典只有上帝会当互咱，只有上帝高额的开力，伊的创造，伊会当白白赏赐互咱，因为咱就是伊的囝儿查某囝，理所当然，伊就是无条件来听咱，甚至道成肉体，成做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就是要做挽回的罪，互咱会当归属伫伊，佮倒转来到伫伊的施恩的做证。所以咱对人袂讲感恩，咱会讲感谢，咱会讲多谢。我较常伫写，拢会写谢谢，我嘛较袂写迄个感谢。我感觉迄个感谢嘛，有一点仔较对上帝迄款的感动的回应所以多谢你，多谢你，对无？感谢啥物啦？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咱常常有诶，较大声一点。好，所以你看今年，你感觉伫过去的这年内面，你感觉有啥物代志是你感觉上值得来感恩感谢上帝？想一个好无？想一个哦，我只有麦克风，所以我会当随时 Q 人。来，咱。请主长老来。平安，大家拢平安。无啦，爱讲你伫即个内面。就是大家都很平安啊。哦，你呢？我要讲你呢。也是很平安啊。嘿。很好。真好。哇。感谢主。平安shalom。OK， 好来。咱这个老师。等我喘气，我就足感恩的。阿门。哇，感谢主到一个年龄的时阵，感觉每一日活的拢是新业，每一日会当喘气的时阵，就感谢上帝，佮留我的活命，会当即代伫生活内面，因为咱这份信仰，虽然身躯渐渐败坏，毋过咱的灵魂是精英的，是掠条伫上帝我来听一位伊要讲感恩也无容易的伫今年内面咱来方言长落来。实在为着救主的代志阮安尼真烦恼总是伫即个入面的中间也将即个死伫遐咧吟诗伫学乐的时阵，也遐的人拢总有咧听。我就感谢讲，虽然是伫即个入面的中间，也有遐济人来听即个，听讲即个诗真好，恁即个信仰真好，安尼我就感觉，虽然是伫迄个照顾中间真艰苦，总是我靠上帝，心内要平安。阿门，阿门。哇，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唱，就是咱今仔日所唱的。经有好歹是主所定，上帝在照顾你，阿门。最后咱是班讲唱讲，上帝在照顾啥？照顾我，哇！这实在是咱真正伫生活内面，咱会当深深去体会，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永远甲咱无三离的，阿门。哇！感谢主对，伫感恩节的时阵，我相信咱着算着笑。这会当帮助咱伫未来的日子内面，咱搁较会当倚靠上帝，有迄个喜乐的泉源一直冲出来，迄个喜乐的泉源，互咱安那袂喙焦对无？袂野咱，
迄个喜乐的泉源，就帮助咱每一日拢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今仔日咱透过诗篇100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诗人真清楚甲咱讲普天的着耶和华来欢呼唱歌，咱着爱真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着伊来唱歌。中文伊讲哦，普天的哦，普天的哦，恁着耶和华唱歌，恁着欢喜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普天的在甲咱讲啥？讲每一个既然有血气的，拢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学乐伊，来感谢伊，来服侍伊，来伊唱歌。哇，即句话，互阮感觉讲，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喜乐、吟诗的生活，对无？像方言长老所讲的，太太身躯、丈老娘的身躯遐在软弱，总是因袂记无袂记即迄个诗歌的力量，不但会当帮助因，嘛会当帮助遐照顾因、帮助因的人，对无？互因会当去感受到哇，真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有即款的诗歌有好的陪伴。所以无论什么境遇内面，咱拢知影，咱的信仰、咱的生活，就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因为伊是光明的，伊是圣洁的，伊是全能全智的上帝，伊是公义甲慈爱的上帝，伊是怜悯的，伊是赦免的，伊是赏赐丰富一切的上帝。阿门。这若是咱相信咱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也是咱所信的上帝。我相信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时时刻刻拢会当吟诗，拢会当透过诗歌来帮助咱。所以咱即摆足方便的啊，咱的手机仔内面随时拢嘛会当有诗歌，对无？所以你也看牧师有当时啊伫外口在行路的时阵，遮两块白白的看到恁无甲恁拍招呼有当时啊是安那，注意听诗歌，则袂记你共招呼啦，安尼啦，无就目睭较无一点看较无清楚啦，所以咱就互相体谅，对无？毋过心内面迄个喜乐是安那，是对内面呈出来，对内面呈出来，伫咱的基督徒生活的活动内面，也是咱可能拢较容易会敢若想到咱为着家己设想，总是有时咱爱较济为着对方来设想，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选择。阿门。所以，诚做基督徒的咱，我相信上帝的智慧嘛要赏赐予咱。虽然咱咧甲咱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伫我的内面操烦？就仰望耶和华上帝，因为伊用伊的笑面、笑容来帮助我，我阁要来称谢伊。兄弟姊妹，无论安怎，伫咱的心内忧闷艰苦的时，咱拢会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拢知影，咱的上帝时时刻刻拢要咱用笑容来帮助咱。阿门。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咱会当好好来体会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在讲的感恩，毋是讲头落来算看有啥物会当感恩的无？这是需要有啥物款会当来算来笑来感恩的无？总是在算的过程，毋是在讲哇，我得到偌济，我丧失偌济，较重要，毋是安尼。较重要是啥物？感恩较重要，就爱来头起来，来发现上帝伊的美妙的安排，来看上帝伫每一个坎站内面，怎样地带领咱，怎样为着咱来陪伴者的，无论是顺境逆境，一定拢有上帝美妙的安排。就亲像咱在帮助囡仔，互伊成长的过程一般样，咱有真济期待伊会当突破的。咱伫囝仔无一定会甲伊斗付出，总是咱就是伫迄台在做准备。透过每一个坎站、每一个学习的过程，拢是期待即个囡仔会当勇敢起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教会生活，犹原是安尼。我相信，搁一届咱若较济来算来笑的时阵，我拢知影讲，伫教会每一个阶段，
上帝拢有特别看见咱教会需要，就来备办所有的资源来帮助咱。啊，互咱会当伫即个过程内面去经验，哇！上帝透过遮个人啊，来激发咱伫什物款需要，伫即个时阵的需要的时间，来帮助教会会当搁提升、搁进步。然后一个阶段了，可能有一寡人就安那会离开，为什么？因为教会搁进步起来，搁有一个新的意向，搁一只要开始的时阵，上帝就搁安那带另外一批的人来一只来协助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的，阿门。就照着上帝美妙的安排，伫每一阶段内面，我拢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作为盘过咱所想的到的，上帝的愚妄较赢咱的智慧，何况上帝是袂愚妄的，阿门。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搁较侪存感恩的心来看。咱有感恩的眼光，咱就会发现上帝无限的恩典。阿门。哇，这是咱真做基督徒的咱会当去看见的一件代志哦。搁过来，咱就会当看，伫新加坡啊，伫1972年的时阵啊，因为开发观光的事业的一个观光的部门，因有去一寡的研究，到底新加坡有适合做即个观光的事业的发展无？安尼这个专员啊，研究了后，就甲总统报告哦，甲国会报告讲，咱新加坡一块地啊，尔对无吼？新加坡一块地啊，尔嘛对无吼？咱也无中国的万里长城，嘛无埃及的金字塔。嘛无日本的即个富士山，嘛无夏威夷安尼，迄个海泳安尼10几段安尼，会当互少年人去冲浪安尼吼，咱拢无遮个啦。所以研究结果就是讲，咱新加坡无适合安那来开发观光的事业安尼啦。因为咱有诶就是安那，一日到晚拢是大日头，一年四季拢是日头，安尼尔，咱敢若这尔啦。哇！听讲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伊就批一段文就讲，恁要甲上帝求搁较济啥物？伊讲有阳光，有日光就有够啊啦，对无？有日光就有够啊！哇！后来因就真紧哦，用看因的数据，既然会当有遐济的日光。因就开发真紧，因就成做一个花园的都市呢。哇！因种做真侪的花草，就发展成做世界真有名的即个花园的城市咧。因为日光，搁免钱的对无？搁是免钱的，上帝福音的资源呢，因发现讲原来哇，发现了上帝福音的恩典是啥物？是日光啦。虽然上帝要互因有遐尼大的地，需要万里长城来压榨，嘛无亲像埃及遐尼古老的历史，哇，嘛无亲像夏威夷遐尼大的冲浪，总是上帝互因会当有日光，因就用这个成做因开发观光事业的一个要点。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新加坡伊的土地啊，差不多是咱新北市的1/3，因的人口差不多560万人，差不多咱的新北市的1.4倍，差不多是安尼哦。总是遮尔的小的一个国家，因的观光的收入是咱亚洲第3名，所以因袂当开发观光吗？上帝互李光耀总理看见。上帝予咱的是上介好的，搁免钱的日光，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嘛爱咱，可能伫咱即摆处境内面，咱已经习惯啦，感觉讲我就是无迄无这无啥，逐项拢欠缺，逐项拢不足，逐项拢感觉人拢比咱较好，总是愿上帝帮助咱换一下目镜咧，定心来看上帝为着咱备办的。
上帝互咱的环境，互咱的家庭，互咱的健康，互咱这一切，我相信你重新去看的时阵，你就会当发现，哇，原来上帝互你的是别人无的，遐个你无发现的，你会当因为伊来感谢主。因为咱常常为着无的来得求，真少为着有的剩的来感谢。咱常常为着咱的欠缺，伫迄台遐丧志，真少为着有剩，感觉真温暖。这是咱一般的人的一个态度、生活的心态，总是真做基督徒的你我，咱会当求上帝帮助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四周围，你会当发现上帝恩典教育咱用。阿门。咱若发现上帝恩典教育咱用的时阵，就亲像新加坡发现日光，我相信咱的心就会当充满感恩。阿门。是，咱真做一个感恩的人，难怪上帝帮助咱。诗人安尼真清楚甲咱讲着感谢进入伊的门，着学乐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迄个着的意思是甚物？哇，着安怎着安怎这圣经在内面有讲着安怎着安怎。迄个着毋是讲你要做毋做拢会使，毋是。迄个着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做。伫即个语言的内面，迄叫做命令词。命令就是一定爱做的，所以你着安怎着爱感谢，感谢进入伊的门，着学乐进入伊的院。迄个进入，在甲咱讲啥？讲咱的感恩着爱有行动啦。迄个感恩着爱带着感恩的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感恩着爱有即个行动出来，才是真正的感恩。若无，咱敢若藏伫嘴皮仔的感恩，就袂当表达咱真实迄个感恩的心。这是诗人伫遮真清楚，互咱知影。所以一个行动的感恩是甚物？是表示包含咱内在的迄个态度，以及外在的行为所以咱每一届伫礼拜的时阵，咱吟诗，咱就存一个真实的心来吟。咱读圣经，咱就真用心来读。特别咱在奉献的时阵，咱既然带着礼物来要奉献，迄个奉献的动作，可能对你来讲是足简单，就是准备好的钱摕出来，奉献地来放落尔。毋过你迄个奉献的动作，你就爱伫心内真实讲，主我感谢你。过去即礼拜你会带领。即个境遇，我知影一定拢伫你的手中，甚至到即马困境还未解决，总是我知，上帝你一定为着我排比，一定为我开路。我要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我带着即个感恩的心来奉献。减菜就是100块、50块，你有缘会当用即款的态度、真诚的态度来做奉献的动作。安尼，即个奉献的动作就带来一个一个真大的一个意义对吧？咱看耶稣为着迄个寡妇献两仙钱，为什么讲哇？伊献的比别人较济？因为伊带着感恩的心。虽然别人来看2000钱是偌济，毋过对伊来讲，这是伊全部的感谢，就用即个动作，用伊所有的会当表露的来。奉献伫上帝面前，咱的主学了伊到现在2000多年，咱犹原在学习即个寡妇2仙钱的一个奉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注重即个，我相信会帮助咱去经历，因为上帝有应允咱讲咱着将爱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府库，互我的家有粮。来赐我，是毋是为着恁拍开天顶的窗，饼福气互恁，到无底通下？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恁的地要成做喜乐的地。
哇，这是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所甲咱应允的。咱若深信，就是伫咱吟诗、学乐、服侍、奉献金钱这一切的动作，咱拢着用真诚的心来做。阿门。会当互咱去经历马拉基先知对上帝所领受，得甲咱宣告这个应允哦。所以咱若唔知影感恩，当然咱就袂晓听做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吼，咱若唔是带感恩的心来到遮，咱拄爱吟诗，一点仔路用都无，一点仔意义嘛无。咱等下奉献对你来讲嘛无啥物意义。所以存着感恩的心，这是你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所应该爱有的哦。吼，所以最后咱看上帝安怎甲咱回应，安怎甲咱回应。诗人讲，咱为什么着爱带着感谢学乐来到上帝面前？最后伊讲，迄个因为就是原因嘛，对无吼？原因是啥物？因为上帝本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代。哇！诗人用迄个永远甲万代来表露咱这位上帝的神性，嘛表露咱因为信靠伊，这位上帝是永远无改变、永远长留的上帝。所以因为安尼，伊的本性又阁是好的，伊创造一定是好，伊的排比也必然是好。所以咱就爱用安尼来表达咱对伊的感谢。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信仰所会当互咱深深去体会。所以阮上帝帮助咱会当去体会。是因嘛安尼，先知嘛安尼讲哦，吼。米迦先知米迦讲，我条件耶和华伫至高的上帝的面前跪拜，就献上什么啊？耶和华兼爱千千的公羊嘛，还是万万的油河啊？伊讲毋是哦，伊讲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你就以你所爱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同行。阿门。哇，这就真正指明一条基督徒的道路。好，咱就爱行公义，爱好怜悯。有当时啊，咱嘛是爱伫公义的顶面，爱有公义的声音出来。哦，哇，咱在引带人帮助人的时阵，毋是一直怜悯，一直怜悯尔哦。咱有时就爱有迄个公义的声，是非若分别出来的时阵，我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爱做的。总是咱有怜悯的心，这是上帝所欢喜。咱用谦卑的心来讲诚实话，哇，这是咱所会当做的哦。吼，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帮咱，互咱时时会当谢恩，事事会当安那谢天哈？为什么我写谢恩谢天呢？恁敢知影？可能咱这较年长的较毋知影吼，因为咱教会两个小 baby， 一个叫做谢恩，一个叫做谢天呐。吼，哇，伊拢伫第二堂来吼，哇，一个叫做谢恩，一个谢天。谢恩即马几岁？2岁外，对。谢天呢？1岁左右哦。足古锥，足安静的哦。哇，是大人。第一个叫谢恩，第二个上帝的怜悯保守保胎。经过一个真危险的过程。吼，生囡仔了血崩哦，真危险哦。哇，真侪同工兄弟姊妹为着伊守望祷告。上帝保守咱的查某囝吼，咱即个少年的青年吼，女青年。所以伊就甲号伊的第二个查某囝的名叫做谢天。这两个拢查某囝吼，谢恩、谢天。哇，我看到因感觉讲，这就是上帝互咱的一个记号。无论什么的境遇，咱感谢伊，感谢咱的天父上帝。
这是基督徒你所需要的。所以感谢是什么？是一种信心的一个眼光哦，是咱基督徒生活的态度，嘛是咱处事待人的一个原则啊，嘛是咱有智慧的一个选择的德行，嘛是咱行动的一个信仰。哇！所以感谢是来讲，这是咱基督教的专用名词，总是咱毋是对人感谢，咱对上帝感谢、感恩，因为知影这个恩典一切拢出自上帝，也伫上帝的百比内面，一定互咱上好的。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伫即款的生活的中间，伫今仔感恩节，咱会当好好来思考。特别咱看咱所讲的信仰的老爸，咱所学习的信心的功课的信仰的老爸亚伯拉罕，圣经记载，伊过着一个什么感恩的生活，因为伊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无论拄着什么代志了后，第一件代志，伊就什么起这段奉献，感谢伊的上帝，感谢咱的上帝。咱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安尼，无论咱要去倒落，咱总是爱祈祷开始；无论咱要做什么事，咱总是感谢开始。因为有感谢，就是把迄个主权交还转去互咱的上帝。当迄个主权伫上帝的时阵，我相信上帝做的事绝对赢过咱所会当做的，绝对是赢过，敢毋是吗？嘛绝对赢过所有的人会当做的。那安尼，咱用感恩的心到伫伊的面前，这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生活，嘛是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信心甲感恩啊！阿门。咱做伙来讲，我的生活就是信心甲感恩来。我的生活就是信心甲感恩。阿门。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感恩，这是咱面对咱创造咱的上帝的时阵，咱应该存的一个态度，应该存的一个信念，就会当帮助咱伫生活内面丰丰富富的恩典，的确，互咱教业通用。阿门。咱最后咱来读这个金句来，得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乐伊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佮一解来，得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乐伊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咱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选择用感恩来面对生活所有的一切。阿门。感谢主吼！这时阵咱要来吟一条诗歌，咱做伙请咱起，咱做伙来吟。
手也无结果子，我也不愿意为主欢喜快乐。我要学咯，无论得失也无得失，我要学咯，为你对你出高你乐，我心结果你你，为你学咯无停，我要学咯，跳舞学咯，我要学咯，自由学咯，放下烦恼，你是永远的幸运咯。我要学咯，无论得失也无得失，我要学咯，为你对你出高你乐，我心结果你你，为你学咯无停，我要学咯，跳舞学咯，我要学咯，自由学咯，放下烦恼，你是永远的幸运咯。我要学咯，无论得失也无得失，我要学咯，为你对你出高你乐，我心结果你你，为你学咯无停，我要学咯，跳舞学咯，我要学咯，自由学咯，我要学咯，跳舞学咯，我要学咯，自由学咯，我要学咯，跳舞学咯，我要学咯，自由学咯，放下烦恼，你是永远的幸运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说接过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举行感恩节的奉献。咱存着感恩的心，就像牧师拄仔提醒咱的，摕着咱所备办的这个奉献的金钱，咱落伫今仔日的这个奉献地内面，每一个人拢落伫内面，无论你备办偌济，上帝拢欢喜接纳，总是用感恩的心，这是你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咱等下要伫阿伦阿娜因来献诗的时阵，咱要来开始进行咱的感恩节的奉献，请咱慢慢来吼，慢慢来，咱时间无赶吼，嘿，咱对中来然后对山平安尼倒转去吼，请咱的诗献的当工，这个时阵就来到头前，因会徛伫山平来甲咱协助，望咱照顺序来，咱伫这个过程内面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伊，请咱来到头前的时阵，咱就甲咱准备的奉献放伫这个麻袋吼，这个布袋的内面，甲落入去，安尼就会使吼，甲落入去就会使吼。好咱准备来奉献。来开始，请咱起立。见证奉献的小组然后起来，咱永远会当起来到头前，放伫山边的所在。Words can describe all the things in my heart, but I will endeavor to try. So with all my heart, I will thank you, God, and with all I
利路亚！这条诗歌是上新的诗歌吼，是因伫澳洲的 Prince 的教会为着今年的感恩节所写的一个感恩节的诗歌。因两个真有感动，伫感恩节的时阵，会当用这条诗歌献上感恩伫上帝的面前。好，咱甲一切荣耀归乎咱至高的上帝。阿门。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要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称呼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因为伫过去对年头到伫年尾的过程的中间，上帝你互阮会当去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因为你不时对阮讲话，互阮会当牵调这份信仰。互阮深知伫阮生活的内面，阮爱完全倚靠耶稣基督的功劳，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担当罪过，钉伫十字架顶，以死搁活，较赢死亡的关系，互阮深知，伊已经伫你的正平掌权，所以天顶第一切的权，拢伫伊的手中。愿通倚靠伊，奉伊的名，无论是祈祷，无论是敬拜，无论是吟诗，拢会当享受上帝你甲阮同在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所以，阮感谢你过去的年日，伫每一时刻的内面，因为你圣神的引带感动阮，无论是顺境逆境，阮心底拢知。拢有上帝你的安排伫中间，也阮到当徛伫遮，会当回想过去的年日，阮要大大感谢你，因为你保守阮台湾伫即届的疫情内面，互阮会当搁会当保持即个真自由的生活，搁保持伫健康的状态，阮献上感恩，阮多谢你存留阮的活命伫即个世间。每一时每一秒，我拢会当继续为着主你来发光，继续来讲你奇妙的作为，来成做上帝你的见证人。所以，我感谢你继续引带阮伫永光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阮彼此的关怀，散发出你的疼、你的恩典，也安尼，阮会当做传福音的工作，互人会当来归向伫你。这是你上界欢喜的事，我要学乐你，我要回应你的疼，我要爱做你上界欢喜的事。我感谢你，也祝福伫阮每一个家庭，伫过去的年日，你怎样引带因、保守因到现在。阮为着未来，阮更较深信你永远坚固阮，你永远引带阮每一个时刻，伫每一个事的内面。阮拢要尊你最大，头互阮的心会当安然自在。上帝啊，阮感谢你，因为你设定阮的伫这个世间，只不过是旅客，是一个架卡的过程，头互阮深知，为着未来的永远的活命，阮努力伫今生，通互你欢喜，通为着主你做工。所以今仔日。阮奉献，阮感恩节的祭物伫你面前，愿你感纳阮所献，也愿你感纳阮心内面对你无限的感恩。愿上帝丰富的恩典继续甲阮同在，也甲阮的教会同在，互阮的教会会当继续为着主你发光，就亲像你为着阮号名永光教会。永远为着主你发光的教会，阮感谢你，因为这个光嘛要照亮伫阮的家庭，伫阮四周围的人。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将一切荣耀、乐乐、感恩，隆重奉献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接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
即点咱来看咱教会的事工，咱做伙来关心吼。咱真欢喜伫前礼拜吼，就是应该是拜五吼，拜五因为有一个新的朋友想要来教会插花，所以咱遮的传福音的达人因就讲哇，安尼咱做伙来办一个插花班吼，所以真临时哦，就来将这个消息，互咱的兄弟姊妹知影。咱的兄弟姊妹，因就去招朋友吼，招朋友来插花。因为伫圣诞节的时阵，因期待讲，有学一寡圣诞节的插花吼，先感谢主哦。安尼一个招，就27个人来，吼，27个人有10个是毋是基督徒？哇！所以咱感谢多多执事吼，咱的多多执事已经欢喜乐意，伊也听到讲有best要来哦，伊目睭拢光起来吼。所以真欢喜哦！伊搁去买花，搁无用沏茶吼，搁爱专程来教这学员。毋过伊真喜乐，结束的时阵拄好伫电梯拄着伊，感觉讲牧师够赞的，今仔日10个 best 吼，哇！伊讲后礼拜搁要继续插无？我甲讲好啊，搁继续甲插落去啊，对无吼？哇！插到尾啊，才会。因为插花来认捌耶稣基督，哇，这嘛是一条传福音的方式吼。所以感谢主咱看咱的同工用心，要将基督的救恩报互人吼。所以感谢主咱搁继续鼓励哦，咱8月暗，咱搁继续有牧区的祈祷会你我拢会当来参加的哦，大家拢会当来的吼。伫暗时8点，咱会当继续来。那感谢主，咱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6周哦。第6周，后礼拜就第7周，吼，这礼拜就第7周哦。咱感谢主，这礼拜有22个best 来吼，这是咱教会传福音的这个时代上帝互咱的方式。咱看见咱的赵明长老嘛，足火热的吼，哇，因这个小组真热诚所以嘛会当真吸引人来到伫因的面前吼。好。咱的养亲嘛是吼，感谢主吼，对，好所以今仔日咱伫礼拜煞了后，咱1号会当摕1份教会来印的即个月历吼，请会记一下礼拜煞伫外面请咱看啥物人要摕就1号摕1份安尼吼。好即礼拜咱的祈祷殿，咱请主文小组因的组员会当较济来到伫副堂祈祷殿来守望祈祷。后礼拜是咱的圣餐，这圣餐有圣礼典。咱会记得无？11月第2礼拜咱拄好圣餐，第2堂有圣餐有圣礼典尔，对无？11月第2礼拜有7个成人的洗礼哦，吼。我嘛要甲咱讲，咱后礼拜嘛阁有7个成人要洗礼，阿门。哇，这个数字吼。是咱过去拢无的对无？咱开始做幸福小组了，咱的教会即个洗礼1年的平均是赢过去的2点多，这是咱的数据，和咱的数字吼，2点多倍哦，吼这是上帝看到咱所做的来甲咱参与欢喜吼。好，今仔日第2堂礼拜煞，咱要开圣诞主日的节庆的第3次的筹备会。今仔日嘛，咱有咱的赞美乐团的储备团员的训练，请咱来注意。今仔日开始咱就有这个小组圣诞的报道的这个节目开始在进行吼。所以咱感谢主，咱这小组会当透过这个圣诞节庆，会当办活动，引带人来到伫上帝，来到伫小组的活动内面认捌咱。兄弟姊妹透过安尼来认捌咱教会愿上帝兴起咱每一个小组所办的遮拢真正会当互人有感动的心意爱来追求这个真理吼。好，咱这礼拜8日暗时8点咱特别要来召开，就是咱伫前礼拜拜6伫大稻埕教会举行的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幸福报道的交流的研讨会咱所这教练甲副教练吼，咱要来做一个回应会当互
互咱兄弟姊妹更较知影，同工更较知影啊，整个咱所办的即个结果是怎样，以及要怎样继续会当帮助咱长老教会其他教会，因真侪教会嘛期待要来开始用小组来报道吼，啊总是因无方法啊，因无教材，因无经验啊，咱教会拢会当来帮助因吼，感谢主。好，啊，古班的发表会，咱嘛家己看一下，今仔日伫亲子礼拜中来进行吼。啊，每年度的即个每日灵粮啊，就是天天来灵修啊，毋望咱会当来大家来订吼，一年1200块，咱就是规年透底，就拢会当每一个月有一本灵修的册啊，啊，这是咱全教会对推动的，毋望咱会当来参与吼。好，今仔礼拜煞，咱嘛会当来摕即个圣诞的邀请卡吼，因为咱伫12月13，咱有幸福名人的讲座啊，12月20，咱有圣诞节庆的活动啊，即个广告单足水的哦吼，啊，咱会当来摕转去看咱的需要，啊，你感觉你会当分互几个人，啊，咱就会当来摕转去来邀请吼，啊，伫后壁咱会当来摕哦吼，足水的吼，好。今仔日咱后礼拜咱的儿母因的牧区吼有一个报佳音甲国人的报道啊，这是咱儿母内面因幼员开始在做国人报道的工作，足厉害，比咱较厉害吼哈！咱嘛为着因祈祷啊，嘛祝福着因，或者囡仔会领受着即个福音的开展吼。好有一个天国文化的课程吼，咱嘛会当来参加。这个是伫每年2月初1到初5，这个谈到父与子的部分吼，咱会当来看，嘛会当去网站来看。咱伫12月初6以前报名，会当1200块一有吼，咱注意来看。好，咱为着这几位兄弟姊妹来祈祷吼，这个就是玉玺执事的老母陈改哈，甲千惠姐个英辉。英辉兄新宇的爸爸哈，的爸爸哈，咱为着这几位咱的兄弟的需要来祈祷。好，这点来，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咱比出来就好。丰丰富富的上帝，伊无限的快乐运行伫你甲你的家中间，伊大大的恩典教育咱灵，也伊的祝福伫你每一个处境、每一个脚步，拢为着你备办。也愿圣神因带恁，逐日行路在我，伊的内面享受真实的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一无
妹平安，平安。请坐。咱今仔日敬拜暂时到这，咱搁一摆，多谢咱的少年牧区今仔日的献诗吼，啊，上帝因带因。